就算樓價跌成白菜價，首期低得離譜，利率降到最低都好啦。咁2026年啊，想喺大灣區買樓，我建議你千祈唔好再亂買樓。毫不誇張咁講啦，依家呢個行情啊，普通人買錯一層樓咧，咁10年都難翻身。如果你近期有買樓嘅諗法咧，咁呢條視頻一定要睇完啦，都係我從多年總結出嚟嘅肺腑之言。驚記唔住嘅可以點個 like 收藏起身，有時間嗰時咧慢慢再睇。咁2026年房產新規落地之後咧，新起嘅小區啊喺層高、綠化、物業等方面咧，全部都升晒級，而且咧普遍取消公攤啊，咁容積率亦都更加低，咁居住體驗咧完全唔係一個檔次啊！如果實在係等唔切呢個樓花嘅，就揀交樓5年之內嘅次新小區，至少產品設計咧仲未過時啊！咁特別要提醒嘅就係舊小區嗰種一日都未住過好靚嘅精裝房啊，千祈唔好掂啊！好可能係嗰啲投機客翻新嘅串房，咁用料劣質啦，隱患多，患咗癌症你都唔知道咩事啊！咁寧可買毛坯房自己裝修都唔好上當，否則住入去之後咧就問題連連，真係命都短幾年啊！咁如果你仲唔清楚咩係串房嘅，可以後台我詳細話俾你知。另外老舊小區常見嘅漏水啊、電路老化、塞下水道等問題咧，將來亦都會越嚟越頻繁啊！咁維修嘅成本高，出手亦都難，咁呢啲咧都係當初貪平留落嚟嘅後果。咁買樓本質上咧就係買地段、買配套，地段好、配套齊全咧，生活先係真正嘅方便啊！咁上班通勤啦、細路仔返學啦、買餸購物、行街睇戲，每日慳2個鐘咧，10年落嚟咧你就比人哋多出近1年嘅時間。咁銷售講得最好啦，如果小區周邊冇商業、冇學校、冇交通配套，咁戶型再靚都好啦，將來轉手係肯定難㗎啦。咁同樣嘅預算一定要優先考慮市中心成熟嘅區域，或者發展明確嘅新城區域核心地段。咁呢啲地方咧更加有升值潛力啊！收樓之後咧，長期陪伴你嘅係物業服務啊！咁後期大家俾嘅係乜嘢咧？就係物業負唔負責、環境乾唔乾淨、設施維護得及唔及時。咁買樓之前咧，可以打聽一下呢個小區嘅物業嘅口碑啦，睇下保安係咪認真，咁衛生係咪搞到位，咁公共設施咧係咪維護得當啊？咁物業差嘅小區咧，電梯壞咗冇人整，垃圾堆積如山，住起身咧成日煩心。咁樓咧亦都會跟住貶值。咁唔好就係聽中介講話呢度好嗰度好，最好咧自己實地轉一轉，揾啲業主傾一傾，真相咧就清楚㗎啦。當前嘅市場分化嚴重啦，咁有啲樓盤嘅價格特別低，可能地段偏、配套差，或者係發展商嘅資金有問題啊，甚至存在呢個產權糾紛。可以先查清楚呢個項目嘅背景，睇發展商係咪穩健，咁證件咧係咪齊全。咁低價嘅背後咧，可能係未來數十年難轉手嘅不動產啊，甚至爛尾嘅風險。咁買樓咧，買嘅係安全同埋預期，唔係淨係低價。有啲片區咧規劃聽起身好美好啊，但落地時間漫長，甚至可能變動。咁如果所有配套都停留喺張紙上面，甚至要等5到10年，咁呢段時間咧，你嘅生活品質咧就會大打折扣啊！轉手亦都唔容易，除非你確認呢個規劃正喺度快速落實，否則咧係唔建議用依家嘅真金白銀去賭呢個未來啊！咁以上呢啲案例咧，我見過太多人踩雷啦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寧願用多幾個月嘅時間揀一揀，都唔好因為一時嘅衝動或者貪平。畢竟樓咧係攞嚟住嘅，唔係買件衫、買棵菜咁簡單。咁揀錯一層樓咧，輕則損失10幾萬，重則咧可能上百萬。咁最後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嚟大灣區珠海定居養老或者投資嘅，想了解更多本地市場嘅真實狀況，歡迎隨時揾我傾一傾。